花喜好新闻，南投埔里88岁单潮阿嬷，这在地人拢对伊非常的熟悉。过去捌着过7种的癌症，接受过200外届的化疗，伊甲这苦痛转换做力量。伊到病院去做志工，伊嘛做过去卖，搁卖地来起庙，成立着儿少家园，帮助搁较侪善食囡仔。蔡总统专工到儿少家园去参访，赞赏单潮阿嬷真有爱心，真有智慧。88岁单潮阿嬷以现场亲手做的雕刻，予总统蔡英文。蔡总统以称赞单潮阿嬷有爱心、有智慧。可以这样子为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个照顾他们的地方，这是阿嬷的爱心。单潮阿嬷过去曾经有治着7种的癌症，有接受过200外次的化疗，行过抗癌之路。阿嬷伊甲痛苦转变做力量，开始做公益，到病院做志工，做过。卖钱帮助弱势家庭的少年囡仔，嘛卖地建庙，也搁成立儿少家园，帮助搁较侪贫困的囡仔。单潮阿嬷过去嘛曾经被推荐做时代杂志8大人物，不过伊拒绝，会当讲是一世人拢低调行善。